手掌、手指头安怎讲？来，这是咱的手，华语讲做手掌，对无？掌心、手掌。台语讲做手部、手部、保乌部。好，那总共是咱即个整个手掌的形状外观，也是讲是手指纹路的印痕，咱会使讲做手模、手模、保乌模、模、手模。咱的手指纹路一般咱甲讲做犁，每一个人的手指纹路，每一个人的犁，拢生做无共哦。你会当斟酌看你五支指头啊，正手的五支指头啊，甲倒手的五支指头啊，恁的犁生做有共无？甲其他的同学甲比较起来，差伫倒位？好，来，咱搁复习一摆吼。手掌叫做手部，那总共是整个手掌的形状外观，也是手指纹路的印痕。咱讲做手模，这是保乌模，这是保乌部，汉字写做安尼，吼，这是无的无。好，来，煞只咱这是讲左手，右手对无？好，左手叫做倒手，倒手。好，来，咱搁有一种讲法叫做摆手，摆手。好，来，咱的右手讲做正手，正手。好来，接煞，咱来讲咱的手指头吼，五支拢有无共款的作用哦。头一支，咱的生得较大头，所以咱叫做大头母。嘛有人讲做大母头、大母翁、头母公、种头母公。好来，伊的功用是啥物呢？那一般咱是讲咧饲赞啊，还是讲咧娱乐人啊，吼，还是讲咱转音啊、转手部的时阵，咱会当用即个大头母。好，第二支就是咧举物件，吼，指东西，所以叫做举载。哦，嘛有人讲做伊排第二，讲做二载。好，上长即支咱袂使黑白比哦。即支叫中载。好来，即支呢无名指，咱叫做尾载。因为伊是排尾啊第二支，所以有人甲讲做尾二载。即支上趣味哦，即支最爱挂手指，就是很爱戴戒指。好，咱上古锥的即支呢，即支就是咱有当时咧甲人约定的时阵，咱用尾载来甲人打勾勾，拍勾仔来约定尾载，因为摆伫上尾哦。好来，咱搁讲一摆哦，大头母、举载、中载、尾载、尾载、